中國川劇嘅瑰寶，已經有200年嘅歷史。變臉最神奇嘅地方係可以喺短時間內變出喜、怒、哀、樂多個面孔。今次為咗慶祝東華三院155週年院慶活動，特別請嚟東華三院周衍生小學5年級嘅陳學賢同學表演川劇變臉，希望透過表演俾大家感受到中華文化嘅魅力。技術咧係自己學㗎，冇人教㗎。我哋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啦！將我哋掌聲送俾我哋嘅陳同學啦，佢嘅表演真係非常之精彩啊！咁依家咧，我哋多謝陳同學嘅精彩演出。咁依家咧都想採訪下咧我哋嘅陳同學啊。咁而家咧就想請陳同學介紹下自己咧。我係東華三院周衍生小學嘅5A 班陳學賢。係，我哋俾啲掌聲佢。係啦，陳同學啊，你學變臉學咗幾耐㗎？學咗1年啦。哇，好犀利啊！1年咧就已經可以帶嚟咁精彩嘅表演啊！聽講咧，你係自己學冇人教嘅喎。係啊，因為我去過一間餐廳去有表演，我就覺得好神奇，好中意，我就去網上揾片學。哇，真係好犀利啊！你俾啲掌聲陳同學啊！咁頭先大家喺度睇表演嘅時候，有冇數到陳同學變咗幾多張面譜啊？可以大聲嗌出你嘅答案嘅，變咗幾多張啊？
10張，我哋不如咧請陳同學自己介紹下啦。係10張。哇！真係好犀利啊！多謝咧陳同學嘅精彩表演啊！咁而家請你留步，我哋同各位嘉賓一齊影張大合照留念啦。